大家好，我係奧巴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近排超級 hit 嘅都市傳說電影《尋秦記》。究竟呢套大家等咗6年，又或者應該話等咗24年嘅 TVB 神劇《尋秦記》嘅續作又好唔好睇呢？以下落嚟嘅時間有劇透成分嘅，如果大家未睇套電影，可以睇完再返嚟睇我嘅影評，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喺片頭畫面返嚟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一套電影嘅故事大綱啦。故事係承接住電視劇集《尋秦記》，由古天樂飾演嘅項少龍同秦王決裂咗之後，隱居咗10幾年嘅時間。同時間喺2025年嘅香港，由三哥飾演嘅阿 Ken， 原來係時光機嘅發明者。正因為古天樂一去不返啊，令到阿 Ken 無辜坐咗好耐監，啱啱釋放返出嚟，就帶埋一班人，再用時光機穿越去宋朝，要揾項少龍報仇，同時呢亦都想冒認秦王一統天下。咁究竟三哥嘅奸計又會唔會得逞呢？項少龍同秦王嘅恩怨又會唔會得到解決呢？咁就留翻俾觀眾自己睇啦。首先都要理身一下啦，我係冇睇24年前嘅劇集版《尋秦記》嘅，我知有呢一套劇集，亦大概知佢講啲乜，原因我就最尾先同大家講啦。但係點解今次都會吸引到我去睇呢一套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呢？一方面都知呢一套係古老版嘔心瀝血之作啦，另外一方面，一套電影可以係24年前嘅一套劇集嘅續作，單單係咁樣都已經值得入場支持一下啦。咁究竟睇完之後我又覺得好唔好睇呢？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套電影好嘅地方先啦。呢套電影賣情懷呢就緊噶啦，雖然我本身冇睇過套電視劇啦，但係因為佢喺電影入面呢都加插咗一啲之前電視劇嘅畫面啊。再加上古生呢可以揾得返大部分電視劇嘅演員回歸拍呢一套電影，已經感受到情懷滿滿啦。一啲細節上嘅嘢，例如部分嘅對白啦，好似一開始講過個計好似叉燒包咁一樣，亦都係呼應返電視劇裏邊同樣嘅對白。一開始古天樂着嗰件 T， 亦都係喺電視劇入邊着過嘅。相信有睇過電視劇嘅觀眾呢，一定係會感受比我更加深嘅。頭先都有講啦，古生好勁咁，可以請返大部分原班人馬嚟拍呢一套電影，無論係主角嘅孫軒啊、林峰、郭羨妮、滕麗明等等，就連配角都一樣神還原喎，智叔廖啟智啦、鄧一軍、陳國邦等等，唔好睇少呢啲演員嘅陣容，呢一個我反而覺得係最有情懷嘅一個元素嚟嘅。另外，項少龍呢，因為本身係現代人啦，所以喺電視劇已經有好多同古代人言語上嘅反差嘅笑料百出。電影亦都仍然保留呢一個最重要嘅元素，同埋呢都有空肚食早餐呢啲諷刺嘅對白啦。我覺得如果加埋陳豪嗰句名句同朕 check 下呢，咁我覺得係會更加正嘅。電影嘅其中一個亮點就係演秦王嘅林峰，24年前都仲係初出茅廬嘅小伙子，嗰套仲係佢第一套嘅古裝劇添，如今都成熟咗好多啦。特別喺演技方面，今套電影佢只係眼神呢都已經交足戲啊！之前喺九龍城寨佢已經俾人大讚噶啦，不過其實我就唔覺得佢喺九龍城寨演得好出色嘅，但係今次我就真心覺得佢演得好好啦。由於同電視劇呢都已經相隔咗24年啦，全部演員都已經年華老去啦，特別係一眾女角色啦，以前呢係最靚最索嘅年紀，咁如今就已經年華老去。不過呢，電影嘅故事背景係話喺電視劇結尾嘅10幾年之後，所以呢就免卻咗大家要扮後生嘅尷尬局面啦。所以就唔會有啲咩違和感咁樣。但有兩個值得一提，咁本身呢我就唔覺得孫軒同埋滕麗明呢係好靚女嘅，但係喺呢一套電影入面呢，可能佢哋嘅造型啊，又或者加上嗰種嘅氣質啊，令到我對佢哋呢都另眼相看嘅。特別係滕麗明啊，今套電影嘅造型簡直呢係殺死人添。咁我都講下呢一套電影我覺得冇咁好嘅地方啦，都解釋一下啦。點解2019年開拍，到咗6年後嘅今日先至上畫呢？其中一樣就因為疫情關係啦，而更重要嘅呢，就係因為呢一套係中港合拍片，咁啊亦要喺大陸上映，而有部分內容呢，所以就要咁樣去修改啦。所以部分電影出現嘅問題，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嘅。例如有以下幾點啦。第一樣呢，就係一開始三哥衝入實驗室挾持鄧一軍同廖啟智嘅時候，好明顯配音同嘴型呢係完全唔夾嘅。其實一開始睇嘅時候，咁我就係有啲反感嘅，因為我唔係好明
點解你揾翻佢哋自己本人嚟配音都可以完全夾唔到個口型嘅呢？令到我睇到係有啲出戲嘅。但係事後聽翻，因為頭先所講嘅原因啦，某程度上可能某啲嘅對白呢係需要修改嘅，需要事後重新配音，搞到而家變成咁樣呢，咁我都覺得情有可原嘅。另外一樣嘢就係電影大約個半鐘多啲嘅時間啦，但係喺剪接嗰方面，喺故事推進嗰方面呢，感覺係有少少支離破碎嘅，又或者感覺前文有少少唔對後理咁樣，硬係就好似中間漏咗啲嘢咁樣。咁啊，亦可能由頭先講嘅原因啦，令到某一啲嘅片段呢係要被迫刪減嘅。古山亦都有講啊，好可惜呢，有好多片段拍完呢都係要剪走，所以最後出嚟嘅結果係咁樣呢，咁我都覺得係冇辦法啦。但係有一啲嘅方面呢，我就覺得唔係好關頭先講要通過內地審核嘅原因嘅事嘅，而電影出現呢係有一啲沙石，咁我都講下其中幾點啦。尋秦記其實最大一個嘅笑點就係項少龍因為係現代人啦，所以講嘢嘅用字啊、言談舉止啊，都同古代人呢係格格不入嘅，而引發咗好多笑料出嚟。電影當然都會繼續用呢個 point 呢去笑料擔當啦，例如項少龍會間唔中講一啲嘅英文啊，令到對方拗晒頭唔知佢講乜，譬如 take care 啊、good luck 呢啲。但係認真諗深一層啦，故事係講項少龍呢就已經 stay 咗喺古代至少10幾20年嘅時間啦。某程度上你都會適應咗古代人嘅用字又或者講嘢嘅方式噶啦。照計就唔會喺呢一刻呢都仲用緊現代人嘅方式講嘢嘅。咁啊，甚至乎你夾雜一啲英文，而電影入邊睇項少龍講英文嘅句子呢，我亦覺得係有少少夾硬嚟嘅。咁好似為講而講咁，咁係有少少突兀嘅。呢套電影嘅動作指導係由洪金寶大哥咧負責，有部分場面的確係做得唔錯嘅，但反而某一啲嘅場面呢，我就覺得做得好一般。特別係喺山洞入邊，有個士兵呢就同個僱傭兵喺度打交啦，一個就用槍，一個就用刀，本身呢應該係會打得好好睇嘅，古代同現代嘅兵器對戰，但係拍起上嚟，我覺得就太多 close up 畫面啦，鏡頭運用呢亦都喺度揈嚟揈去。感覺就會好似荷里活式嗰啲嘅動作片拍法咁樣，用鏡頭嘅技巧做到好似打得好華麗、好緊張一樣。但係明明我哋拍開港產片嘅動作片，一向呢都係比荷里活高一班噶嘛。唔好用咁多 close up 嘅鏡頭呢，我反而覺得係會睇得更加清楚兩個人嘅大戰啊。咁就相信會更加好睇。而家呢，我覺得有少少係浪費咗嘅。三哥嗰班人追緊秦王嘅時候呢，追下突然間會變到有電單車出嚟嘅喎。一開始睇呢，我都拗晒頭嘅。咁事後三哥個女基尼呢，就解釋咗，原來佢哋係帶咗高科技嚟，可以用一嚿細嚿嘅嘢呢，就變咗部電單車，甚至飛行器出嚟噶啦。咁所以佢解釋得翻啦。不過呢，除咗呢啲高科技產品之外，基尼用嗰部電話，當然佢都好突兀咁樣話係中國製造噶啦。但事實嗰部電話喺2025年根本都冇呢一種電話嘅，甚至佢頭先講嗰啲嘅科技喺現今嘅世代根本都係冇嘅。咁就會令到我好難投入得到啦。明明我哋現今世代都冇啲咁勁嘅科技，點樣得嚟可以變部電單車同埋飛行器出嚟呢？反而我覺得你寫實少少，你拎部 iPhone 啊，又或者小米都好啦，呢啲嘅智能電話出嚟，其實呢亦都做到同樣嘅效果啫。觀眾亦都容易代入得到啊。再者，你講到現今科技係可以有咁勁，點解你仲要一啲咁 old school 嘅槍嚟到統一天下呢？講開三哥啦。電影話三哥呢，佢係時光機嘅發明者，但係點解坐完監出嚟就變到成個特種部隊咁好打呢？加上電影入邊對三哥呢一個反派嘅描寫呢，其實都有唔少嘅。究竟佢為啲咩要返去秦朝？佢有講過話係想扮秦王做皇帝，亦有話想揾項少龍報仇，因為項少龍令到佢坐咗20年監。又有講過佢因為坐監損失咗陪阿女嘅光陰，想彌補返。又有講到呢，佢想證明歷史係可以被改寫嘅。嗱，首先啦，你走去殺死真正嘅秦王，自己用高科技呢就假扮秦王，基本上喺其他人眼中呢係冇改變過任何嘢嘅。咁你又點改變歷史呢？再者啦，佢自己都識得講，秦王嘅朝代都只能延續10年啫，10年之後就會被打敗噶啦。咁你點解咁戇居去揾一個得返10年嘅政權嘅皇帝嚟做呢？再者啊！你做咗皇帝之後，咁你個女係咪要跟你喺古代做公主定係妃子？咁你又點彌補同個女失去咗相處嘅光陰呢？而電影入邊一時又講到佢好愛個女，但係秦王同個女之間，佢又話要以大局為重，寧願交換秦王都唔要個女，咁又係咩玩法呢？
總括而言呢，三哥呢一個反派角色，其實我覺得描寫得幾失敗嘅。加上佢個團隊，除咗洪天明話係個基尼嘅舅父之外，其他嗰啲嘅僱傭兵，特別有一個一開始呢都話埋俾你聽佢係會反三哥噶啦，話想喺呢一度拎啲古董返去2025年賣賺大錢喎。你成個聖誕老人咁攞住個麻包袋，你拎到幾多古董返去啊？再者啦，古董之所以叫古董啊，係因為經過長年累月嘅時間，有住唔同歷史朝代嘅唔同印記喺上面。你而家拎啲秦朝嘅物品返去，同你喺淘寶淘隻 A 貨落嚟賣又有啲咩分別呢？而我最唔中意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套電影嘅 CG 啦。其實繼古山嗰套嘅《明日戰記》之後，都知古山好中意追上荷里活嘅步伐，想喺港產片呢加上 CG 嘅特技元素，但追唔上就係追唔上噶啦。啲 CG 其實真係好鬼假。當然啦，你同24年前嘅《尋秦記》劇集比起，啲特技一定係有所不同嘅。但係我只能夠講一句新不如舊啊！我寧願你好似電視劇咁整一啲假到爆炸嘅特技效果出嚟，其實我真係唔介意嘅。而家整咗一啲冷係逼真嘅 CG 出嚟，但係一啲都唔真，咁就更加尷尬啦。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。雖然套戲都有唔少嘅沙石位啦，但係總括嚟講，雖然我冇睇過24年前嘅電視劇，但係我都覺得呢一套電影係好睇嘅。除咗情懷之外，睇翻一班原班人馬嘅演員再度合作，加上電影有唔少嘅幽默位，故事節奏又明快，所以都係合格以上嘅電影嚟嘅。咁當然，如果觀眾係有睇過之前嗰套電視劇嘅話，相信睇呢一套電影呢就會更加有 feel 啦。而《尋秦記》喺第一日嘅票房都已經破千萬，我遲咗幾日去睇，嗰日係星期二嘅早場，竟然我要排隊買飛入場喎。講真啦，真係好耐未試過要排隊買飛啦。見到呢一套電影可以為香港嘅電影業帶起一個小高潮，其實都值得高興嘅。況且古山一向為香港嘅電影業出錢出力，都好值得大家入場支持嘅，幫手拉高個票房。除咗俾阿古山回本之外，更重要嘅係證明香港電影業係仲有希望，日後呢先可以有更多有質素嘅港產片上映啊嘛。咁我都評一評分啦，我會俾8.5分嘅。整體成套電影都係有觀看性嘅，而正因為佢嘅情懷，都已經吸引咗我二刷呢一套電影啦，同埋令到我返去 myTV Super 嗰度去追翻呢一套劇集添。如果我以前係有睇過呢一套劇集嘅話呢，相信對呢一套電影更加會有感覺啊，可能我會俾9.5分添。唔知大家又睇咗呢套電影未呢？如果睇咗都可以歡迎留言互相交流一下。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subscribe 我 channel share 俾朋友睇，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。今日呢條片去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